屏东李港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博，伊当年呢是来投入本土教育，亲身带学生来认捌着故乡。若是用文字记录、写册来了解地方学校的演变，嘛家己来写歌互人笑。这李炳博立这份对乡土教育的热情，嘛互伊摕到教育部今年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肯定。来了客，老过时过，来到船底，清客水流入阮的心内。唱着家己作词作曲的歌，伊是屏东李港在兴国小的校长李炳博。这条暖暖爱聊客，毋但写着地方人文发展，嘛代表着家己伫李港做教育人员，逐工会经过的风景，佮有一路行来的心境。拄好顺着这个爱聊客，对盐埔来到李港，对西桂来到庄仔地，这个教育的艺术的精华的故事，互大家老师、学生啊，佮社区大家来唱，希望小朋友嘛会当爱乡土、爱学校。除了写歌，2012年，李炳博甲硕士论文出版成册《世纪的永安》，回顾李港国小100年的发展。这本册当时互伊摕到职有台湾文书人员的肯定。毋但李港，李炳博2018出版《盐埔教育志》，记录对大仁科大、屏北高中到盐埔乡的小学甲幼稚园的发展过程。伊嘛担任几6间学校的校史编辑顾问。因为这份对乡土教育的热情，互伊得到今年教育部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。写这本册就是互伫遮奋斗的人留着一寡历史的记录，嘛互一寡读者、读的人了解讲，大家拢伫遮拍拼的故事。李炳博对做老师开始就投入乡土教育的工课，在兴国小的顶仔骹就会使看到学校发展的相片。去年校长阁特别做一块国民学校的牌仔，互大家感受70年前建校的气氛。不管伫倒一间学校教册，李炳博拢会带学生认捌地方文化甲历史发展，互本土教育对学校行入社区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